他知道自己怎么得的吗？你现在刚才你说10来年前得的，10来年他也不是哪年得的，所以有些事我没办法深究，是这样的。包括我妈妈之前，她这第5个孩子了，她之前打了4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。因为这个东西你也知道，女生她不会跟你讲的，因为毕竟她是她一个这个过往嘛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况的？因为我们俩去产检去的嘛，产检的时候，人医院不会有单子嘛，我就看，我第一次看见是打胎4次，我肯定是不接受的，因为男生是很介意女生打胎的，一般1次都很介意的，4次，因为我多少还了解医学常识，因为她怀孕不好怀的，你流产那么多次，到最后会形成个习惯性流产。我这是我还哭了2次，你知道吗？又看第2次的时候。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梅毒，我觉得这个就一下我就崩了，哭了1次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挺郁闷，因为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对他人品可能就偏移了，是吧？流过4次产，又得了这个病，我甚至怀疑你以前做什么。因为我对梅毒不了解啊，我的认知梅毒就是艾滋以下第2个传发的病毒啊。我更多考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些事情你不提前跟我讲呢？先不说我介不介意你有这个啊，因为我介不介意你都有，这个是事实，是没法去改变的。